大家好，我係達文西博士，今日終於嚟到最深入最難嘅課題啦。為咗研究呢啲科學難題，我頭髮都甩咗唔少，希望各位同學可以點個讚、收藏下、評論下、關注埋我，咁就最好啦。咁我啲頭髮就可以生翻出嚟，恢復翻我原來個靚仔樣啦。知道啦，文西博士。好啦，廢話少講，即刻進入今日課題。二次元穿越，上節課我講過，要穿越二次元就必須要同時穿越時間同穿越空間，對普通人嚟講基本上唔可能實現嘅。而喺 SD 高達世界中，最有名嘅二次元世界穿越者就係司令高達啦。佢嘅本體係一個名叫框架高達嘅素體，佢係被神秘嘅高科技勢力所製造出嚟嘅有機生命體。最初嘅裝備為 Z 裝備嘅框架高達 AG21，為咗去唔同宇宙世界執行任務，同宇宙中嘅扎塔利恩軍隊戰鬥而穿越多個世界，曾經更換過多套裝備。就係因為為咗進入司令世界，框架高達先換成 C 裝備成為司令高達。佢仲曾經進入過騎士世界，失去記憶成為蠻騎士柯南高達，亦進入過鋼德蘭德世界，着上 T 裝備成為塔波蘭德，更被召喚到莫比烏斯星系嘅宇宙世界，又係失去記憶成為大潘拉辛嘅戰士。傳說佢一共有26套裝備，對應26個唔同嘅二次元世界。不過，二次元穿越作為極度高級嘅技能，往往都唔係自己主動發動嘅。原嚟係咁㗎，大部分都係意外或者被動穿越嘅。比如 G 武裝部隊中嘅港軍刀石，佢喺同宿敵指揮官包烏嘅對戰任務中，因為飛得太快而誤入一個連接二次元世界嘅通道，科學界俗稱為蟲洞。佢跌入蟲洞後被傳送至武者世界受咗重傷，俾烈光環唐姆等人救翻成為武者環星人。不過佢因為穿越世界帶嚟嘅副作用而失憶，之後幫助烈光環唐姆等人。按照預言所講一樣，有一個隨閃電一同出現嘅人，用鳳凰之弓同星龍之箭射向鳳凰石像，令到結晶鳳凰復活。輾轉之下，最後幫助烈光環唐姆晉升為新世大將軍。事後佢返到司令世界後，又再咩都唔記得晒，好似冇事發生過一樣。仲有一個經典例子，喺武者世界有個亦正亦邪嘅武者環唐姆真樂參，喺盜取咗白銀之盾走路嘅時候，突然就俾雷電劈中穿越到騎士世界。咁係因為古代黃金神失去咗核心，需要一個新嘅操手，即係駕駛員嚟維持佢黃金神嘅姿態。佢睇啱咗武者真樂參，所以施法召喚咗佢穿越過嚟。不過因為古代神巴洛克降從中施法阻撓，武者真樂參穿越後就一分為二，變成善良嘅騎士高達同埋邪惡嘅魔王撒旦高達。佢兩個都忘記咗自己原來嘅身份同記憶，直到超越之龍靈魂不斷暗中指引，最後兩人先融合成為騎士超越之龍，最終再慢慢成為黃金神嘅核心。從上述二次元穿越嘅例子中，我哋都可以見到一啲共通點。二次元穿越往往會伴隨住失憶，咁係因為二次元嘅時間線對穿越者嚟講係另一條平衡獨立嘅時間線，一個係 FM， 一個係 AM， 佢哋都唔啱 channel 嘅。咁我可以改㗎嘛？確實係可以改嘅，除非切換翻原來嘅時間線，或者有特殊嘅手段先可以保持記憶。第二個特點係穿越者要成功穿越，佢嘅身體會發生一定嘅變化，用嚟適應新世界嘅環境，否則佢可能進入唔到新世界，或者進入後就適應唔到而消亡。就好似你潛水要着潛水服，上太空要着太空服一樣啊。第三個特點，二次元之間穿越嘅通道係臨時嘅唔穩定嘅，喺好多影視作品中只係一句大過，甚至冇任何描述，就算有都可能係一道閃電一個漩渦。咦？點解嘅？咁係因為要實現二次元穿越呢種技術，係需要神靈級別嘅力量，並唔係簡單一兩句可以講清楚。有機會我會為此再開設個課題。最後一點，穿越二次元世界並唔會改變原有世界嘅歷史，反而係組成原有世界歷史嘅重要部分。如果冇二次元穿越者嘅出現，原來嘅歷史就有可能會認定為黑歷史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下節課題為改變歷史，記得翻去複習啦。本期 SD 研究所完結啦，希望各位大佬鍾意啦。有更多關於 SD 高達嘅資訊，可以登入上面地址訪問。有什麼意見建議，歡迎留言。求大佬們一鍵3連，我係你的識條鐵達文西，拜拜。